依据着圣灵的经典，这个叫做用工具，叫做用，因为咱要过迄个工，是毋是一定要照这个办啊？那你经过迄个工了后，你讲大家真正办啊？当然嘛免。咱进化民心，我都变成，咱来挑着圣灵的这份的光景，文艺，它绝对是素的，般若，就这个般若，就这个发觉，这就是因为圣灵的智慧。
光景的发挥上，当下当这个思想、这个智慧来文化所属，咱大家都有够这个意见。好，你要用金光经的这种的发挥，唔是你达到的当中。所以佛陀伫金光经内底当中，随时对于这个1600多这种叫做小修，是毋是外道？但是佛陀为着了这群人，又要金光发挥上当中，伊在后壁再来叫做大比丘上境。叫做全球方便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要进入到金光发会上，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入来物件，所以你闻到佛的说金光经，毋是大家拢闻到迄个物件，所以叫做闻成就。你我有听这个经典，你给你道动，你要讲这个，那就发会上，他说闻成就，闻是啥人在闻？伊是我拄才讲的，那伊写伊的。师傅你，那一条业。我们兄弟就咱听佛的所说的对，咱们得就先提了老师，所以咱一定要怎样？这个文理文化改，言语变化改，文一定文心清净，一定不变，所以呢，这个文如是如是我闻，这个我们叫文成就。第三个一时，这个时成就，时成就。这个时就是本来说法一定要有时间，一定要时间，一定要变量去做。这个时，我当时咧讲，伊怎讲？某时某日到某月，伊怎有讲这个物件？当然，如果伊佛是在大家如果有讲某时某日某月，可能2000几年到1600变化作体，所以佛作体伊无讲，伊说伊无讲某时某日某日这个所在讲，伊叫做一时。这个一时呢，它解释嘅叫做师之道德，师道德所听。说天就近，师就是老师，知就是学生，师之道德，就是讲老师的说法，你这学生要听话。